家庭内底服侍，真感谢上帝。而且会当讲，含大家遮敬讲，伫新的一冬，伫服侍当中，更加会当更加努力，更加拍拼，来为着主，或者福中教会会当真正成做搁富搁强的教会。每一个人拢会当得到上帝满满的祝福。咱三个来祈祷。亲爱的天父，阮感谢你，感谢你保守看顾阮，阮有这个福分来到你的圣地敬拜你。求你的圣神亲自带领阮伫今仔聚会当中，主你甲阮同在，保守看顾每一个兄弟，阮会当今仔的信息内底得到满满的祝福，甲每一个兄弟同在，献上我哋感谢祈祷，我其他所有圣名来求。咱顶礼拜牧师伫新的一冬，大家讲到咱人生的目的是啥物？今仔日我要向大家分享的讲，咱来到教会的目的是啥物？每一个人来到教会，是毋是上大的目的就是要得到啥？咱的上帝耶和华祝福满满伫咱每一个人的身上。所以伫这个来到教会当中，咱除了要追求咱人生的活命，咱有新的生命，咱有永生的活命以外，咱嘛求上帝，互咱伫世间的当中，咱会当时时刻刻得到伊祝福满满伫咱每一人的身上。今仔用诗篇16篇，和大家来分享，是安怎用这篇和大家分享？你会感觉这篇内底是非常水的一个诗篇，嘛是伫诗篇内底第一篇的金诗，伫咧金诗的当中，就是讲这篇的诗篇内底的内容，真做咱祈祷，真做咱有代志，上帝帮助咱的祈祷。代表咱拢知影，一世人的当中，代表上得上帝是安怎，并毋是代表无犯罪，但是代表所做的代志，就是讲，因每一项工课，不管伊伫顺境，伊伫逆境的当中，伊绝对拢无离开着上帝，伊事事拢用上帝做伊的主，做伊的帮衬。会使讲伊伫即篇的当中，并毋是伊真顺境的时阵，伊互扫罗君王，互扫罗甲追杀，互扫罗甲逼迫伫西弗的所在，伫咧逃难，伊生命实是有危险。伫这个当中，咱拢知影，代表伊毋是讲今仔日互扫罗甲追杀，伊就感觉来离开上帝。伊伫愈艰难的时阵，愈遇着试炼的时阵，伊愈倚靠上帝。这所以伫这个当中，伫诗篇56篇到60篇，这5篇嘛是代表的金诗。这个金诗讲，伫每一届以色列的当中，主要的祭祀当中，以色列人一定拢爱读这个金诗，真做因生命的勉励，真做因生命的准则。会当伫这个当中，和大家分享，伫新的一冬。咱要安怎逐过去咱所遇到不如意的代志，用这篇的诗篇来成做每一人的勉励，每一人的祈祷。伫这个诗篇开始，伊就代表讲上帝求你保护我，因为我倚靠你。伫遮代表先感觉啥？上帝是伊的保护，上帝是伊的倚靠。伊并无讲因为伊咧艰苦的时阵，伊来离开上帝。伫遮，伊求上帝保护伊，倚靠伊，主要是啥？伊感觉上帝是和伊的生命连结的。这个保护毋是像世俗的人举香咧拜，有代志的时，较举香讲你保庇我就安那，保庇我就安那，代表了求上帝保护伊，伊投靠上帝。伊毋是讲当有代志的时阵，伊叫上帝来保护伊，伊来倚靠上帝。代表的心情内底，伊时刻，伊的生命是向上帝连结的。伊除了上帝以外，伊无别项通倚靠，因为伊开始捌上帝了，伊一直倚靠上帝。按一个固样的开始的囡仔，会当成做将来的君王，这拢毋是真偶然的代志。伊虽然伊做君王进前，做君王以后做犯罪，但是伊嘛得到上帝大大的处罚。但是伊无管伊的
经过是安怎，伊绝对安怎倚靠上帝，伊的生命与上帝连结。所以伫即个当中，伊求上帝，求伊保护伊，求伊倚靠伊，求上帝毋通甲伊放杀。吼，伫即个艰苦的时阵，伊主要是讲，上帝你向我连结伫咧，随时保护我，像一个保护伞安尼，时时啊保护伊，互伊成做伊的倚靠。啊，所以伫一搭当中，咱的每一个生活当中，咱若无着啥物困难，咱更加袂使离开上帝。咱更加要和上帝连结做伙，因为上帝是咱的帮衬，是咱的力量，咱的倚靠。啊，第20讲，我的灵啊，你捌对耶和华讲，你是我的主，你以外我无别种福气。上帝是为咱的福气，为咱的幸福的源头。咱若无上帝，咱每一个人无伫上帝内底，无伫主耶稣内底，咱拢无算啥物。咱一无是处，咱会感觉讲，无啊，我足厉害咧，我今仔做到啥物会做到总统，做到行政院长。你若想迄短暂的世间的一个过程尔，你若无上帝，你若想你会当做啥物？甲年纪老啊，甲年纪有年纪，身躯衰弱啊，你佫会当做啥物？啊，所以内底伊感觉讲，伫伊以外，伫上帝以外，伊无别种福气。伊一直掠着讲，上帝啊，你是我的主。含咱今仔日，咱每一个人厝里所挂的牌匾，我想大水拢挂耶稣是我家之主。但是咱每一个人，敢真正拢把耶稣当做咱的主？一个主人是应该咱来对主人怎种的态度？咱对一个主人，咱是要囥在咱的顶面，还是要囥在咱的头前，囥在咱的正面、倒边后面？这种非常重要的态度。今仔日，大家耶和华认为是伊的主，就是讲，伫伊的主，像咱耶稣是咱的主，咱时时刻刻要出门的时，咱就要安怎爱每一日爱祈祷，每一日。要用啥物代志，咱拢爱问主讲，我今仔要用啥，好毋好？这拢是爱足需要，逐日要伫每一日的生活的当中做代志。咱的腓立比书无讲，事事拢爱祈祷，凡事感谢。咱逐项代志拢爱甲主讲，伊会小事咱以外超过你所想所求的平安。啊，所以今仔伫遮，代表咧讲。你以外，我无别种福气，就是讲，我也无伫主耶稣内底，我也无伫上帝内底，伊并无算啥物。无上帝内底所有福气，都毋是伊无当得到。啊，所以代表伊今仔日会按一个顾样的，真做到一个君王，就是讲，伊完全把上帝当做伊的主人，伊只是上帝下面的一个奴仆安尼，所以伊伫咧服侍上帝。所以咱今仔日咱来教会，咱的信仰，是今仔咱的主耶稣，也是咱的上帝，咱用啥物态度，来对咱即个主，咱的上帝，咱要互主来祝福，互互咱有即个福气，咱嘛是要有迄个正好的态度，来甲主做伙，咱知影，咱亲像葡萄枝，耶稣像葡萄树，咱若离开着主耶稣。咱会当做啥物？完全袂当做啥物。啊，所以伫遮，代表伊的祈祷讲，我的灵啊，求你，你捌对耶和华讲，你是我的主，你以外我无福气。啊，所以咱要得到耶和华的福气，要得到耶和华的祝福满满，必须爱安怎？咱爱强调伊是咱的主，咱每一日爱尊伊做主，尊伊做大，将伊摆伫第一位，一个囥伫边啊，还是囥伫后壁，像阿拉伯神灯安尼。咱若需要的时，甲上帝请出来；无需要的时阵，咱就甲囥到边仔，倒来休困。咱拢祈祷归祈祷，倚靠归倚靠，烦恼归烦恼。做人原来咧祈祷，上帝我交托互你，但是伊的烦恼有藏咧无交托无，无转来是搁咧烦恼。所以咱来到教会，毋好逐当来教会要放乐，了搁逐当。搁大着，所以伫遮代表的
这第20个勉励咱来真强调上帝伫上帝以外，咱无别种福气；伫上帝以外，咱的生命嘛无别种的会挂靠，无别种的得到啥物伫第30轮地上的神的百姓，因拢是极其好，是我深深欢喜的。伫遮个咧讲到，是咱代笔，是讲遮神的教会，神的百姓，神的百姓就是今仔日咱伫教会兄弟姊妹神的百姓，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前古早亚伯拉罕上帝竞选以色列列祖安尼落来，会使讲神的百姓，伫亚伯拉罕无伊的缺点，亚伯拉罕雅各以撒甲大笔甲迄个犹大，每一个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列祖者当中，每一个拢有伊的缺点，包括咱今仔来教会，咱每一个兄弟，嘛是拢咱伫犯罪当中，上帝竞选咱，是安怎？伊才要讲神的百姓，因极其好，搁伫和合本时啊，又美又善。咱每一个人，咱来想，咱敢有又美又善？咱的行为，咱的伫军队主耶稣的当中，伊的骹只，咱真正是着主耶稣的骹只，搁水搁神吗？会使讲咱做做兄弟来到教会当中，小可为着小可的代志，着彼此争执，为着小可的代志，着足无欢喜的。咱拢知影，今仔来教会服侍上帝，服侍主，咱并毋是咧看边仔人含咱安怎，咱并毋是讲伫这当中我比别人较高，咱来到教会，咱要诚出神的百姓，就是咱来放落咱咧找的，咱的骄傲，放落咱咧找的身份地位，咱是要服侍人，要来服侍上帝。咱来教会是要含遮兄弟做伙，伫神的百姓内底，咱是互相相听、互相扶持的一个教会，咱才会当诚做神的百姓，是代表所欢喜的。伊认为讲，伊也无含遮个敬拜上帝的兄弟做伙，伊并袂当倚靠别人。遮神的百姓才会当扶持伊、带领伊，互伊伫艰苦的时阵会当帮衬，会当互有气力来扶持，帮忙伊度过这个艰苦的时阵。第四，伊用别个神来替耶和华的迄个忧苦会更加天愈加天，因为献电花济，我无要献我的喙唇也加起的尔。伫即段内底，会当互咱更加了解讲，咱若用别个神来代替耶和华咱的受苦的情感。你若看侪来信主的兄弟，过去的明日，足侪拢是民间宗教拜神明的。伫这个礼拜当中，侪拢就是因为拜神明，拜甲愈拜愈多代志，愈拜愈无钱，一寡钱去用骗了，会使阁无得到任何的帮衬的时阵，咱才来信上帝。我看过真侪兄弟拢是因为安尼来信上帝。伫遮代表，伊虽然走到非利士人的所在，但是伊伫遐，伊并无讲因为伊到非利士人的所在，伊就来对拜遐个神。伫非利士人咧拜是拜迄个大群庙大群迄个神明。伫迄个当中，代表讲我绝对袂当用别个神明来代替我的上帝。我用安尼我的甘受苦的情感。所以伊讲遮献电祭、电花祭这是讲因遮世俗的人遮个伫非利士人遮个大群庙咧敬拜的仪式伊绝对无要提起遮大群庙遮神明的名。会使讲这非常的重要，咱的信仰一定爱诚圣洁，咱一定爱分别为圣这是咱信仰的基础，信仰的根本。侪人，你上班就好，头家是安怎？头家是迷信者，拢甲初一15就咧拜拜。
足侪头家讲，啊，你哪毋含我做伙拜？吼，啊，这个是你家己爱坚守你的信仰的时阵。我少年的时阵，吼，我伫公司上班，交访一个企业的一个子公司吼，和庆理疗的咧上班。伫迄个时阵，我的头家吼，因足老拜的，内底嘛有使足侪新年的，啊，初一15号拜拜，啊，逐个拢对头家去咧拜，啊，我就毋当拜，啊，头家就甲我讲，吼，传话就讲，啊你信耶稣也袂比我较好个啦，啊，你信耶稣也袂，吼，伫即个爱偌久的时间，我嘛看袂出讲恁会比我较好偌济啦，但是。伫迄个时阵，我嘛诚坚定，我绝对无要拜礼因的心灵。啊，便去食饭了，就安那，就要搁去第二摊，我嘛才讲我袂使去。因为你无去，我要带你安那，我无要紧。我只要会当讲，好好遵守阮上帝的诫命，我绝对毋去做遐歹的代志。所以咱伫足侪时阵，咱的信仰就爱伫你无着。代志有着比较的时阵，你敢表白，也毋敢表白，吼，会使讲，伫咱时时刻刻，咱拢爱知影，你也袂当坚心有迄个勇敢的心来表白你的信仰，吼，你往往会去滑倒，吼，啊，所以伫遮代表伊不止无去敬拜别个上帝，伊甚至连别个神的名，伊嘛毋去提起，吼。伊完全去接受着人咧敬拜的仪式，吼，啊，所以伫在彼个信仰的当中，咱会当看出讲，在彼个信仰是何等的坚定。伊认为上帝是伊一世人幸福的，的根本，伊无要去离开着上帝。会当讲伫即个当中，伊较艰苦的当中，伊也是要倚靠上帝，会当仰调上帝。啊，伫第5，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业，我所应该得的，你互我甲我保守。伫即个当中，咱会知影讲，代表认为讲，耶和华是伊的产业，甲伊杯中的份，伊有诶，上帝拢会甲保守。伫即个产业，上帝是我的产业，我杯中的份，这是按约书亚前后迦南地以后分互12个支派，独利未人，利未人，上帝讲，我就是你的产业，我是杯中的份，伊无分土地互利未人。会使讲，咱今仔日，咱所有兄弟，咱拢亲像利未人共款，咱拢敬拜上帝，咱今仔日，咱每一个人拢是祭司，拢会当敬拜上帝，服侍上帝。啊，所以伫即个当中，咱会使讲，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就是讲，耶和华，我一切的福分，拢是耶和华赐互我的。今仔日，伊是我杯中的份，咱每一个兄弟，咱是拢伊的器皿，咱拢伊杯啊，伊要充满偌济互咱，这拢是上帝赐互咱的，要互咱享受的。虽然咱拢毋茫讲将来伫天顶要得到侪侪永生的福气，但是咱地面上当中，上帝嘛是要赐应该互你的产业，应该互你的福气，互你享受。咱每一个兄弟，咱拢定讲成功神学，足侪人讲爱讲上帝，伫成功的当中安那，成功的，你爱感谢上帝，你爱奉献偌济，你通得到偌济，即种成功神学。但是咱莫讲咱奉献偌济，会当得到偌济，咱是讲咱会当用偌济诚实的心敬拜上帝，用偌济心灵去敬拜上帝。咱就会当得到上帝偌大的祝福伫咱的当中，咱有偌大的心意，偌大的诚实敬拜上帝，上帝会共款赐福伫咱的心中。咱的产业，咱杯中的份，拢是上帝要赐予咱的，互咱伫世间当中，咱的物质生活会当真好，比别人搁较好。上帝爱看伊的囝儿，伊新的时代会当讲有新的产业互咱，新的份业互咱。咱会当伫杯中的，咱的产业杯中的份业，拢会当更加较侪。伫新的时代，咱所有的赐互咱的，伊拢会在咱拢会在咱过手，袂因为讲伊赐互咱，咱会去互别人抢去，袂
会去互别人体去。咱的福气会永远上帝赐予咱的福气，会当永远互咱保守看顾。所以伊第六咧讲所认为户外是真正水的所在，我的产业实在真好。上帝赐予咱产业是安怎要搁用锁仔鸟？要用锁仔鸟，意思就是讲，上帝予每一人的产业拢无同。上帝咱每一人的产业，伊拢有经过上帝测绘过。所以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上帝要予你啥物？上帝有锁仔在你鸟，所鸟的境界。迄就是你上水的，咱目睭伫咱的心灵内底，上帝有5000个，2000个、1000个，互你的配额拢无同款，因为你得到的愈多，就是你付出来愈多。你得到的少，你的能力少，你付出的少，所以伫遮上帝所量予咱的每一人的工课，每一人的职业，每一人的事业拢无同款，但是拢是安怎，拢完全是好的，是水的。伫英国爱丁堡的所在，有一个教会来一个新的牧师有一日去一个赤坡的所在，去来关心，去来访问这个赤坡的师傅，牧师问啥物身后的问题，伊拢真欢喜甲回答。这牧师惊一跳，我一个赤坡的，哪有遐悬的神学的造诣安尼的造就伊个来即个赤坡的讲，你足无彩咧，你赤坡的你若伫遮咧车人无啥认捌你，你会当去读神学院会当做牧师，佫较会当替上帝做较侪事工即个赤坡的甲讲，牧师你即句话收转去我赤坡的嘛是上帝赐予我的职业。我足高尚的，毋是讲做牧师较高尚，我赤坡嘛足高尚。你敢知影我现在车即山坡的，是上帝甲我讲，迄史密斯迄个先生的囝爱饲老母，拢伫外口咧做工课，即摆寒天到，伊无鞋仔通穿，上帝叫我赤即双鞋仔互穿。这嘛是下上帝的旨意，下上帝的话，我必须爱做遮个工课。我的工课嘛是也是足神圣的，嘛是上帝予我的所以伫遮个当中，咱爱知影，上帝所量予你的，你是做医生的，你是做官的，你是做企业的，你今仔伫人的公司上班的，上帝拢有量予你，拢下你的需要，下你的能力，下你所要做，一项一项拢有上帝的旨意。上帝予咱的拢特别的。顶代讲章上。夏牧师无讲，咱拢是上帝为伊创造的，和别人拢无同。所以咱伫即个当中，咱会当讲，上帝予咱的，咱上水的、上好的，咱所得的，是上帝真正予咱的真好的产业。所以咱今仔日不管做啥物工课，不管伫教会做啥物的服侍，拢无所谓讲做长老就较高，做执事较高，做啥物团体做啥物团契会长啦，做小组的组长有较高，毋是安尼。每一个人有上帝用伊的器皿有诶做杯啊，有诶做茶果，有诶做遮无同款的器皿，伫教会内底较会当成做一个集体。咱必须爱伫教会内底爱知影上帝予咱的份额，上帝予咱的锁仔鸟的所在，拢拢适合你的。毋是适合别人的，所以咱每一个人爱欢喜讲，咱今仔所伫遮上帝予咱的产业是啥物，拢是上水上好的。第七只，我咧学了迄个教示我以后，我每次我的心肠要指点我，会使讲咱知影，伫诗篇第1篇第20甲咧讲，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日夜思想的，日夜去想的，这人就是有福气。咱要得到上帝福气，上重要是啥？咱爱欢喜耶和华的话，欢喜耶和华的律法典章就是咱的圣经。圣经内底所写的话，你拢爱欢喜去看，欢喜去读，读了，你伫遐思想讲，你爱好啊去想这个话，好啊去做这个代志，照圣经的话去行去做，你会当安尼。你较会当得到上帝予你福气，
这是要得上帝福气，上主要是爱听伊的话，爱好好啊去想伊的话，吼。而且讲第七章我学了迄个教是我的后话，咱时刻拢爱学了感谢上帝予咱的遐尼多，咱互上帝遐尼少，吼。一个故事咧讲，两个天使派两个弟仔落来地上，吼，一个落来收感谢，吼，感谢的祈祷；一个落来收祈求的祈祷。感谢的祈祷的收输啊转去，祈求的祈祷的弟仔缀到满满转。吼，咱拢知影，咱拢要祈求，咱拢要爱上帝予咱，但是咱有时常咧感谢无？吼。耶稣伫新约内底嘛，叫咱凡事爱感谢，凡事祈祷，吼。咱必须爱感谢祈祷，因为上帝要所求所想的拢会赐予你，吼。咱伫新约内底，咱知影，即稳定的时代，只要你求，上帝就会予你；只要你求，上帝就会赐予你，甲你开门，你拍门就甲你开门。所以最稳定，咱拢爱知影，上帝赐予咱。但是要赐予咱，即个坎站你爱安那，家己爱感谢耶和华，时刻咧教示我，就是讲用伊的话，吼，时刻咧勉励咱，咧教示咱，互咱伫即个当中，咱的迷是我的心肠来指点我，我的心肠的意思就是咧，伫我内心的深处，我毋是伫表面敬拜上帝尔，毋是伫表面咧读圣经尔，我将圣经的话深深放伫我的内面，用圣经的话。诚做每一日我要做的工课，拢用圣经诚做我的瓦课，诚做我的勉励。所以伫即个当中，上帝每一日要互咱得到福气，是咱一定爱用伊的话，诚做咱的勉励，诚做咱的尊敬，吼，互咱会当伫伊瓦课当中来做咱的帮助，做咱的力量，吼。上帝，咱要瓦课上帝到什么程度，吼？佫有一个做工神的，吼，安尼行来行去，拢诚吼，大家感觉好，大家拍鼓啊，硬吼硬学咧讲吼，你做工神的技术非常好，吼，即摆就讲叫现场啥物人要互爱，吼，啥物互爱咧行，吼，现场大家拢静手，就无人敢举手，拄一个囡仔举手，即个囡仔举手。即个做工神的就爱行过按即个山谷，行过到迄个山谷。若问迄个囡仔讲，你若遐有胆量，吼，互即个人爱咧行工神，伊讲伊是阮爸爸，吼。今仔日咱共款，咱爱相信咱的上帝，亲像即个做工神的人，咱时时刻刻，咱倚靠伊，互爱咧行，你毋免烦恼伊来跋，你互扶持咧行，你毋免烦恼讲，咱的上帝咱。吼，咧行的当中，互咱摔倒，互咱绊倒，吼。咱虽然若绊倒，伊嘛袂互咱拍咧爬袂起来。所以伫即个当中，咱倚靠上帝，爱完完全全倚靠伊，毋免怀疑，吼。咱今日来到教会，咱要得到大的福气，就是爱完全相信上帝，相信伊的话语，吼。伫圣经每一句，我定定咧同阮太太讲，圣经的话语真比芳芳的比佫较甜。你认真去读，逐句话都有足深的意思，逐句话都会当伫咱的人生的当中帮助咱行路，吼，互咱人生伫这新的一档开始，你袂去行歪错的路，你袂去行毋对的道路，吼，伊会引带咱，吼。第八，我常常敬奉耶和华伫我的面前，因为伊伫我的正边，我无好摇抓。这是人生非常艰难的一个代志，吼。咱要伫人生当中要无摇抓，这是足艰难的代志。咱相信，咱拄着的代志，吼，尤其年纪也愈大的兄弟，咱就知影，一世人要行人生的道路，行到老，并毋是足简单的。所遇到的代志非常的多，非常困难的一大堆，吼。咱来看，咱周围的。咱今仔信主的，会使讲拢是上帝祝福较幸运的一群。你看外口的人，有的做到下，咱会感觉伊是安那生活很痛苦，伊嘛足拍拼，嘛足认真咧做。所以咱今仔去做
做上帝的囝儿，咱是足幸运，吼。今仔日你伫贫穷的人生，还是伫逆境的人生当中，阮嘛定咧讲，你要反转你的人生，上简单就会啥？来信上帝，正做上帝的子民，你反转上介紧，吼。拢知影高主明牧师的老爸高长，吼，伊是咱台湾上早信耶稣的。伊定咧人讲，我互我的子孙无啥留啥物互因，我互我的子孙查一本圣经，一支是二个。伊相信讲上帝祝福伊的子孙，所以伊的子孙内底有做牧师，就会做医师，吼。这非常第一甲第三、第四代拢安尼。所以你也倚靠上帝，上帝祝福你的，上帝改变你的，互你最多的恩典，最多福气，这你拢无法度否认的，吼。但伫我的心上，我就感觉讲，上帝互我的，我嘛做到嘛，毋知要安怎感谢啊，吼。我来到遮读圣大的时阵，嘛是毕业一无所有，开始食头路，开始做工课。吼，到今仔日，会使讲一骹步一骹步的脚者，拢是跟对主耶稣，跟对主耶稣的话，吼，在信仰当中徛在，靠我当今仔日，毋通读到伫遮做事业，然后读神学院来遮，即马来服侍上帝。这一切拢是上帝的恩典，并毋是讲咱家己有无劳，所以咱要常常敬奉耶和华，囥伫我的面前，囥伫我的正面。是安怎要囥伫我的面前？咱拢会知影，伫旧约的当中，上帝安怎用风条、火条带以色列人咧过红海，吼。会使讲上帝伫一开始，伊就要带咱行入一个正路，行入一个生命的道路。倒伫即个当中，咱爱着上帝时刻囥伫咱的头前。就是讲，咱事事拢上帝带领咱行，咱莫讲咱比上帝较高，咱行伫头前，上帝你带后行对我行，吼，你也是即种心态，你会安怎？你绝对会跋倒，吼，人的能力有限的，人要死去啥物时阵遇到意外的代志，咱拢无法度通有了有切的，吼，会使讲，咱每一个人。咱逐日看电视的当中，你会看意外偌济，吼！咱昨暗看一个阿嬷，孙仔走去，人咧开猪个，伊对狗机，孙仔走去坐对狗机，孙仔走5、6岁，坐落了无偌久，随跌落来，对狗机的心嘛，跌落来，随后去对狗机搞死。所以一个人一世人当中，你要发生啥物？意外我们都没办法去预测，咱拢无法度去预料。但是伫这当中，咱会当安怎？上帝囥伫咱的头前，咱对耶稣的脚底行，对上帝的脚底行，咱绝对袂去犯着，想袂到的意外，咱绝对袂去行着错误的路，所以伫教会当中，你若讲夫妻拢伫教会咧服侍，伫教会咧敬拜上帝，即种。家庭应该是上界袂发生问题的，彼此拢用上帝囥到头前，就上帝做第一位。咱就知影讲，即个家庭是上幸福的，即个家庭是上标准的基督化的家庭，囥耶稣爱囥伫安怎？上帝爱囥伫咱的正面，正面就是咱的祝福，咱的倚靠，上帝爱囥伫咱上重要的所在，正做咱的帮山，正做咱的倚靠。袂互咱认为讲咱遇到代志，去拜托啥吼？通常咱每一个人发生代志了，第一个观念拢会想着啥？想着我要来找某物人，我要来找啥帮忙，我要来找啥物关系。但是咱敢有想讲，咱若发生代志的时阵，第一个来想着就是讲，我的大边这边，我的倚靠这边有上帝伫遐，有主耶稣伫遐。咱来先问主耶稣，看安尼做好毋好？咱拢无相信讲上帝，咱的主耶稣会比人较高。咱往往拢是有发生代志了，第一项想到就是讲，我要安怎来帮，要来找啥物人来处理这个代志。咱拢时常无当耶稣囥伫正面，囥伫第一位。所以代表伊今仔日
会成功，代表会做好。伊时时刻刻拢会上帝摆伫头前，摆伫伊正面，吼、伊无亲像咱，吼、正面毋是讲啊，咱逐12家挂在车顶，咱逐圣经放伫咱的正面，吼、毋是即个意思，吼、正面就是讲，咱爱着上帝放伫重要的位，咱时刻爱问伊，爱倚靠伊，伊较会当祝福咱，吼、伊的祝福，伊的权柄要赐予咱，拢是伫正面。所以咱每一个兄弟，咱无着代志的时阵，咱爱想着讲，上帝伫咱的正面，上帝伫咱的头前咧引带咱，所以咱无着代志的时阵，咱就安那无摇作，这无摇作是非常无简单的，咱拢是无着代志了，咱拢会安那会惊吓，爱惊吓就是咧摇作，忧虑就是咧摇作，惊吓忧虑就是安那，咱人生上大的挑战，上大的敌人就是腰蛇，就是咱惊吓忧虑，是安那即马现侪人得忧郁症，是安那现侪人足惊孤独，足惊空虚寂寞，小看一个，你若看小可一个有啥物介意啦，大家咧下电视去咧看去咧落。大家拢足惊寂寞，大家拢足惊空虚的，逐日家伫惊吓、空虚内底忧虑咧过日，所以咱今仔日教会，咱非常的幸福，上帝真出咱的帮助，主耶稣的话真出咱的帮助，伊互咱快乐，互咱袂摇蛇，互咱无惊吓，互咱无忧虑，咱较会当过着每一日，真幸福的生活，所以伫即个当中，咱知影，伫我靠上帝当中，伊要赐福互咱，互咱无烦恼、无忧虑，互咱每一日袂忧蛇，互咱的生命会当真平稳来过。第九章，因为安尼，我的心欢喜，我的心快乐，我的肉体安尼行起。一个人要欢喜，要快乐，肉体要安尼行起，你也想这人生偌幸福，幸福的人生。爱有满足的喜乐，含安那永远的福乐，这是遮甲来讲的。人要欢喜，咱伫腓立比书4章第40到70，这耶稣互咱讲，你必须爱喜乐，强调咱爱喜乐。喜乐，敢迄个简单的喜乐，加来人含迄个。南非迄个主教佛陀因咧对话当中，因咧讲人生上大的人生最大的追求是啥物货？上大的目的是啥物货？人生要爱过着真快乐的日子，这个人生在追求的，每一个人拢要追求的足快乐过日子，但是大人敢有法度过足快乐的日子？大家拢足想我会当平安来过，平安两字是非常难的，毋是每一个人生来你就当你的生活你无平安，毋是上帝甲你伫咧，主耶稣甲你伫咧，你绝对无平安这两字通好得着，所以伫即个当中，咱的心要欢喜，心要快乐，咱的肉体要安尼行起，一定爱主耶稣在咱的，主耶稣本身就是喜乐的泉源。我靠主耶稣，你有平安，你有喜乐，你有幸福，拢对着你，叫咱凡你爱喜乐，你爱喜乐，喜乐毋是讲一时的快乐，人问乔丹讲，你篮球 NBA 迄得到冠军，迄是自我荣耀的代志。人问伊讲你快乐偌久？伊讲我快乐一日，因为过明仔载我开始爱准备后一轮的比赛。咱若得到爱国奖这若啥物货，咱会欢喜安那一个时间尔。今仔日你买一台新车，你欢喜嘛是一两日，一台新车，当你驶过去啦，你嘛感觉新车嘛是安尼，所以咱人的欢喜是拢有限的，时间拢短暂的。你快乐的时间真短，袂当持续。但是上帝叫咱喜乐，耶稣叫咱爱喜乐。
这个喜乐是咱圣灵互咱的时刻甲你伫咧，你每一日有平安，你每一日有喜乐，这是上帝互咱的。喜乐和一时的快乐无同款，喜乐是会当持续性的，喜乐是会当满足咱内心的灵命的，互咱时刻。人讲基督徒拢看咧足喜乐的面，就是咱真正有上帝的灵伫咱的当中。所以人基督徒，人讲你是基督徒人看你的面，人就知影，因为你有喜乐的表现出来，你有喜乐的生出来，所以一个基督徒，咱今仔日大必甲咱讲的，因为咱有敬畏上帝，咱有时刻咧欢喜，念伊的会欢喜。咱读圣经，欢喜思想伊的话，伊会当赐福互咱，咱时刻我靠伊。所以上帝要互咱心灵欢喜，心快乐，互咱的精神当快乐，内心的真正快乐。我的肉体安尼徛起，互我的肉体无受到任何的损害，任何的试探。伫试探的当中，咱嘛要倚靠安怎？倚靠上帝，互咱安尼经过。一个人一世人嘛袂当讲，你完全拢平安，行无事，会当平安拢得到无事败安尼。圣经无甲咱讲，咱每一个人拢袂遇到困难。圣经甲咱讲，你遇到困难，你要倚靠。一个人上惊是讲，你完全无遇到困难，当困难来的时，你就毋知要安怎，你就无法当起转。所以有一个伫巴西的人，伊要寄一只龟转来台湾，一只龟往巴西建立了，开始寄台湾，坐飞机爱，空运爱1礼拜，船运爱3个月，迄个当中伊会感觉讲，价钱差要10倍的黄金，所以就寄船运，伊想即只龟有即个龟是啥龟时大无，所以龟应该是3个月无食袂死，真正3个月伫船顶安尼飞过来到台湾袂死，即摆掠去个花园咧饲，咧饲个当中，一寡人逐日搁安怎摕物件食，无1礼拜迄只龟长死。所以咱来知影，咱来一个人，你也完全拢无代志，平安经过时阵，有一天你会突然间拄着代志，你个毋知要安怎处理啦。你也有遇到困难，咱经过上帝，互咱一件一件的代志了，你会对人生更加了解。遇到啥物试炼的时阵，咱会当安怎足简单来应付。伫这个当中，咱会应付到足自然的，因为咱有上帝我靠有力量，会使讲。大家年纪较大的，大家知影这世人当中，安怎倚靠上帝行过来。毋是讲每一个人无代志，我本身也讲我的代志，我会当写一本天路历程，会使这个当中会互咱真欢喜讲，经过这个代志，真做我的帮衬，我嘛会当用我的经验来帮衬足侪人，这是上帝互咱的，这个试炼会当真做咱的坚强，才咱的力量，咱的气力。第10节第10、11会使讲，第10这是咧讲耶稣4个我的后会用这个经节伫咱使徒行传是用因为你无将我的灵魂等伫阴间，也无互你的圣者拄着朽烂这是咧讲耶稣基督死了无落阴间，但是耶稣那4个我的体互个朽烂。这段要解说咱每一个听说，咱这段要安怎讲就是讲上帝互我的灵魂虽然阵死了，我的灵魂放伫坟墓内底，这阴间是坟墓内底但是上帝无互我的灵魂肉体咱一定朽烂，但是咱的灵魂上帝无互咱毁害伊，咱会当搁上帝咱接去所以伫这当中，咱无法当像主耶稣讲死，肉体搁活咱是讲咱的死，咱并无惊，上帝无互咱完全的死，咱会当搁有永生的活命，才搁去探上帝同在所以伫遮大笔嘛是大笔的就是讲，伊虽然有着足多伊的性命危险的时阵
像伊走到西火的所在，伊是立伫一个山洞内底，扫落要抬伊，迄个山洞拄啊好，猪甲牵死，所以扫落看我这是个古早的迄落，扫落入去内底是要安怎？扫落入去要大便大便是想扫落去嘛，一定会生命危险，毋知影讲伊是要入去大号安尼。所以伫迄个时阵，大便袂足轻松啦，伊咧大号的时阵会当害互死，但是大便伊讲是扫落是上帝高摩的王，所以伊无权要抬这个扫落，伊足敬畏上帝，敬畏上帝所高摩的啦。上帝嘛拯救伊，伫迄个时阵，伊足惊讲扫落即摆入来这个山洞，我稳死的。结果扫落是要抬，扫落是要去大号的。所以伫这个当中，大便讲你无互我落入阴间，互你的性照有拄着你怀，是咧讲伊生命足危险，已经要落，等伊要死的时阵，上帝搁来拯救。伫遮咱嘛用，因为这个经诗内底有咧讲个是啥弥赛亚诗就是咧预表弥赛亚耶稣的一寡经历所以伫即段内底，伫使徒行传，就是咧讲耶稣虽然死，但是安怎就阴间了，伊的肉体无毁坏，搁活所以伫即当中，咱知影上帝耶稣带领咱，互咱每一个人，咱袂去像世上人安尼，咱拄着一寡丧事啦，啥物代志，咱无迄个束缚，无迄个咒诅，咱袂去犯着，袂去拄着啥物因世上人去拄着一寡代志即种是上帝的灵咧保守咱，耶稣基督咧保守咱，所以咱比别人较幸福，咱袂去拄着遮朽坏的代志，拄着遮歹的代志上重要的是21节，上帝要赐予咱耶和华要赐予满满伫咱心中的21节伊要将外面的路指示我，伫你的面前有满足的欢喜，伫你的正手有永远的快乐，永远的福乐。这是即当内底上帝要赐福每一个兄弟会当讲上帝，咱军队主耶稣，生命的道路是啥叫生命的道路？咱的生命有分3种的生命，第一种是啥？自然的生命就是咱肉体的生命。第二种的生命是啥？咱得救的生命，就是讲咱每一日咱来到教会，咱承认主耶稣真做伊的囝儿了，咱就得救，这个得救的生命。每一个人咱来伫教会遮洗礼了，咱拢有得救的生命。第三种的生命就是啥？会当永远的活命，会当契合耶稣当世道的活命。这种活命，上帝要指示咱要安怎行。要安怎有即种活命？咱拢知影，要入去天国，并毋是讲凊凊彩彩我今仔有得救的活命，我会当去天国。要去天国，你该努力，咱的圣经有写，要入去即个下门，你爱真努力拍拼。你爱伫教会内底爱侍奉，教会是天国的所用。咱伫教会也无法度服侍，无法度伫遮含兄弟姊妹互相扶持，互相帮衬咱无伫这个大家庭内底，咱去做遮个代志，咱将来去到天国的所在，咱嘛无法度到天国做同款的代志。所以伫遮，上帝要把这个活命、生命的活命指示互你，生命道路指示互你，看你安怎行，将来你才会当去天国，将来你才会当去上帝遐主耶稣伫遐同齐道。耶稣讲伊是啥？生命道路真理所以你必须要跟对主耶稣，跟对上帝的路，你才有法度去到天国的所在伫你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欢喜满足的欢喜，这非常无简单的。一个人的满足，人拢是空虚的无一个人会满足。这个满足安对来？按主耶稣来。咱随时欠过啥，主耶稣会赐予你。伫主耶稣内底，咱有丰盛的啥生命？主耶稣内底，伊会将伊一切属灵的
赐予咱，互咱丰丰富富、充充足足来过每一日生活。所以咱要有满足的喜乐，除非信耶稣以外，你无别条路通行。一个人要喜乐，已经非常无简单啊！要阁有满足的喜乐，我想满足中乐较有法度。这足无简单的代志，会使讲要满足，就是讲你真正伫主内底、上帝内底，你认为啥物代志，主耶稣拢丰丰富富赐予你，咱无欠缺，咱随时刻刻拢足欢喜的。这靠我当得到满足的喜乐，要有永远的快乐，除非伫主内，咱若读圣经、读以弗所书，你就知影，咱伫以弗所书内底有讲，凡事要伫主内底，你才会当得到一切福气。上主耶稣要把世间的一切、天顶的一切，拢互咱，把属灵的福气、属世的福气，全部赐予咱，互咱每一个人会当伫祝福当中得到最。所以今仔日用这篇的诗篇，含大家分享，会当讲伫新的一冬，上帝祝福满满伫每一人心中。